美国高球名将老虎伍兹再次创造生涯高峰，睽违14年，他再次拿下了美国名人赛冠军，这也是他走出伤病低潮后拿下的重大赛事。他的妈妈和小孩都在场边加油。老虎伍兹感性地说，这次胜利让他毕生难忘。高举双手欢呼，高球名将老虎伍兹以逆转胜姿态拿下 PGA 美国名人赛冠军，睽违14年再次夺冠。CNN 主播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，根本没人会料到老虎伍兹会拿下冠军，恐怕连他最死忠的球迷都不会相信。在欢呼声中披上绿夹克，这一刻对老虎伍兹来说真的相当不容易。先后经历性丑闻风波和一连串的背伤手术，他可说是从谷底重生。高尔夫球名将老虎伍兹，很讽刺的是，我能再次打高尔夫球，你瞧很怪吧？这次我从后面一路追上来，这是前14座冠军都不曾发生的事，真的很棒。夺冠后，老虎伍兹也感性地说到，这一次的胜利他一生难忘，因为之前饱受背伤困扰，让他几乎不能走路，之后连动了4次手术，才又重回高球场上。这次他的胜利连对手都甘拜下风。高尔夫球名将布洛克斯科普卡，这真的太惊人了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刻将来临，我们都知道老虎伍兹回来了，我感受得到那股能量，大家也想看到他夺冠。高尔夫球名将费诺，他也想要夺冠，最后成功做到了。这座冠军是老虎伍兹生涯第5座美国名人赛冠军，这次他打出低于标准杆2杆的70杆，成功逆转以总杆数275杆封王，证明自己已经重回巅峰。